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频道的全新企划，逼你来聊聊。今天很高兴啊，我们能邀请到一位人中之龙来到本节目作为开集的首位嘉宾，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这一位人中蛟龙——韩国瑜高雄市长韩市长，欢迎！皇帝有能，马来乞丐，东西卖得出去，钱进得来。如果未来我韩国瑜当上中华民国的总统，16个字送给各位：立足台湾，胸怀大陆，放眼世界，征服宇宙。欢迎韩市长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高雄市的市长韩国瑜。像韩市长辛苦了啊，从高雄远道而来啊，要不要我们请节目制作组这边先帮您准备一杯水呢？不辛苦，习惯了。而且啊，我自己就有带上一杯我习惯喝的饮料，习惯了。OK， 好的，了解韩市长。那么想请教您几个问题啊。首先是最近比较热门的这个问题哈，关于这个国民党的前中评委陈鸿昌先生指控您说整天打麻将、整天玩女人、整天喝醉酒，您有什么看法？首先，我韩国瑜要在这边澄清，我只有把麻将拿出来放在我的床头，时时刻刻提醒我自己。要让所有支持韩国瑜的人都发大财。其次，前2天我已经有发出声明，跟我的团队一起发出声明。我说过，自从韩国瑜当上高雄市长以来，没有打过一场麻将，更没有喝醉过一次酒。韩国瑜温良恭俭，绝不再让。陈鸿昌，我在这边要诚挚的呼吁，我希望3天之内可以收到你的道歉，你公开对我韩国瑜的道歉。你已经被开除党籍了，不要这么难看，不要搞得大家到最后非常的丢脸，这样子不好。另外，我也要在这边诚挚的说啊，杨秋兴县长，我在高雄1年多的时间，从来没有去过一次夜店，我连高雄的夜店长什么样子我都不清楚，对不对 ？OK， 非常谢谢韩市长在这边做的回应啊。那么也在这边诚挚的呼吁啊，所有的人，只要你想指控我们韩市长的人，麻烦请你拿出真实的证据，才能够做一分的指控，好不好？那么说到这个指控跟这个证据的部分啊，韩市长，在现在网络上有非常多的人在批判说您是一个爱说谎的人，讲话不真诚的人，您对这有什么看法呢？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实的抹黑，像是我们高雄的爱情摩天轮，现在有2、3家的厂商正在评估它的利益，还有它的可行性。而且，如果要提到说谎，每天盯着我有没有在打瞌睡的苏贞昌苏院长，是不是也曾经跟所有的人说过，他不会再选第3次了呢？蔡英文蔡总统过去也曾经说过，劳工就是民进党心中最软的那一块。可是现在我们看起来，老 B 不觉得2者之间有一些冲突吗？所以我要跟各位观众朋友说，所有从政的人在不同的位置说不一样的话，不是放弃理想，而是要替自己所说的话、所做的事情负起责任。好的，那么我们从韩市长的回复之中，我们也看得出来啊，韩市长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想法、也非常有理想的一个人。好。是的，主持人。那其实啊，过去呢，在议会之中啊，韩市长，听说有很多人问您这个关于高雄的一些城市的基本问题啊，或者是运作的概况什么的，您是有点类似像网友们所说的一问3不知的情况产生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非常荣幸啊，有这个机会能让观众朋友见识到韩市长知无不答的一面。我们非常荣幸，感谢韩市长给老 B 的频道逼你来聊这个节目一个机会，
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跟韩市长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快问快答。韩市长准备好了吗？是的，主持人。好的，那么因为这个，毕竟您已经不是高雄市长的单纯的身份了，也已经晋升到这个总统参选人的等级了，所以我们的问题势必也会比过去来的更加犀利、更加的精辟，或者是更加的严峻一点。韩市长准备好了吗？是的，主持人。准备好了吗？是的，主持人。哦，是谁就在谁。好的，那么第一题想请问一下韩市长啊，您认为民进党的势力版图是网路？不，是年轻人。好的，那么第二题啊，您觉得高雄什么东西或什么地方最美呢？白冰冰。我的意思是，所有我认为高雄最美的地方，都在冰冰姐唱的那一首《来去高雄》里面。看来韩市长对高雄这个地方还是相当的有爱啊。好，那么韩市长，前一阵子有这个听说啦，有这个美国漫威方的人想找您进入他们的漫画世界中，成为一个新的角色。那么韩市长，如果您真的进入了漫威世界，您最想成为什么样的角色呢？发财超人。我希望我如果进入到这一个神奇的世界，我可以用我的超能力带给所有的人发大财的能力。好的，希望韩市长的这个超能力啊，在明年如果有幸能够荣升、晋升，或者是当选我们的这个中华民国的首长，那也可以利用你的超能力来替全台湾的人民发大财。好的，那么韩市长想请问一下，您觉得您说过最经典的一句话是？我曾经说过，秃子跟着月亮走。到现在我韩国瑜还是一个秃子，但是这一次我想当全台湾人的月亮。OK， 那么就恭喜台湾秃子们啦。那么韩市长平常您有在看 YouTube 吗？当然是有，我们还是要看一看现在台湾都流行些什么东西。OK， 谢谢韩市长。那么这个最后一题就跟这个有关了，想请问一下，您觉得全台湾最有品质、最有教育意义、最好看、最丰富、最具创意的频道是哪一个？平常我除了中新闻的官方频道之外，我最常看的就是老逼你的频道。不敢当。那么我们非常谢谢韩市长啊。那么韩市长在这个节目的尾声跟最后，能请你帮我们这个老逼的频道说几句话跟喊个声吗？好的，没有问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订阅老逼，按赞老逼，打开老逼频道的小铃铛，也要记得分享、按赞还有留言。我是韩国瑜，让我们一起改变中华民国地区。OK， 那么今天非常谢谢韩市长啊，在百忙之中拨空来我们节目上做这样一个简单的访谈。那么今天这一集也就要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，逼你来聊聊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